中国继续对东突厥散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进行汉化政策。最近当局表示，计划将东突厥散建设为养猪基地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近年来在维吾尔人口稠密的地区新建或扩建多个养猪场。近日，东突厥散那巴州若昌县启动一个大型养猪地项目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该项目于5月20日在若昌县塔赛村开工建设，由一家中国畜牧公司投资，总投资22亿元，预计每年可养猪100万头以上。观察者指出，这是中国为消除维吾尔族身份而进行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。中国的首都北京突然在2天内新增6宗本土病例。北京疾控中心报道，周五新增6例武汉病毒病例。突如其来的爆发让这座本已经恢复正常的城市再度陷入紧张。根据官方通报，这些病例都有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的暴露史。病例行动轨迹涉及新发地市场部分商户，目前已对新发地市场及周边小区采取封闭管理措施。疾控部门正计划对6座农贸菜市场相关的1万余人进行病毒检测。武汉病毒首次在中国武汉市出现，目前全世界检测到的武汉病毒感染人数超过742万人，其中42万8千人死于该病毒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，随着中国的崛起，全球力量平衡将发生根本变化。斯托尔滕贝格向德国出版的《世界报》发表讲话时指出，中国正在投资可以达到欧洲远程导弹和核武器，西方联盟应团结起来应对这一新挑战。北约秘书长说，如果可以肯定的话，那就是中国正在接近欧洲的大门。斯托尔滕贝格表示，中国已经在欧洲进行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，并增加了在北极地区、非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。他还指出，中国是网络世界中的强大力量。黎巴嫩镑汇率暴跌后，黎巴嫩多个城市昨天爆发抗议活动。黎巴嫩镑自去年10月以来贬值70%，国家陷入金融危机，百姓日子越来越难熬。首都贝鲁特市中心一些人破坏商店门面并且纵火，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驱离抗议群众，有些年轻人投掷石块和鞭炮反击。而在黎巴嫩北部大城的里波里，安全部队驱散数百名大喊革命的抗议群众，示威群众朝他们掷石和汽油弹，并破坏数家银行和商店门面，安全部队以催泪瓦斯回应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一军事基地13日遭2枚火箭弹袭击。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说，2枚科秋莎火箭弹当晚击中位于巴格达以北约20公里的塔基军事基地。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和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，当局已展开调查。